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上帝互咱伫今透早有真烧热的气候，有真温暖的日头，互咱会当伫上帝的恩典中来敬拜上帝。愿上帝的疼痛继续来成做咱的帮赞，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伫每一日拢有平安甲喜乐。咱还未开始分享的大声，咱就再一次同心来祈祷。是阮疼痛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上帝你的赐福，互阮的教会会当进入到伫11月份第2礼拜。阮进入到伫11月，嘛开始备办感恩节，也恳求上帝你，互阮会晓算数上帝对阮的恩典，嘛互阮会当伫上帝你的恩典中继续来向前行，因为阮知。阮每一日拢因为主的恩典，互阮教业阁有春，互阮会当时时刻刻记牢，主你就是阮的大牧者，你是阮的帮赞。通过安尼，互阮欢喜来将阮所有一切来奉献予上帝。当阮将今仔日的讲道摆咧伫主你的面头前，愿主你的圣神运行伫阮的中间，拍开阮的心。将主你的话语来放伫阮的心中，来成做阮的准情。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门。咱伫第4季的讲道的内底，咱通过马可福音书的经文，咱一直伫对9月份到伫呾来做伙分享。今仔日咱要进入到伫马可福音书12章38节到44节。马可福音书12章38节到44节。我想今仔日这段经文真多谢伟明执事所带咱共读的这个圣经。大家对这段经文拢真熟，特别是一位长官人甲经学教师伫遮有一表现来凸显一个真强烈的对比。特别当经学教师伫马可福音书的这个12章28节，伫遐来请教耶稣讲，到底倒一个诫命才是上要紧的上时？伫遮耶稣来正做因的教导，来提醒因，恁着爱尽心、尽性、尽力疼上帝，上时嘛爱疼厝边，亲像家己。所以掌管的这位负责人，甲经学教师因的表现，来看见着因对疼的理解有无共款的体现出来。所以咱今仔日要将重点放伫这位掌管的负责人，伊对上帝的疼是遮尔完全，却是经学教师因无法度做到疼上帝、疼人的这款的诫命。通过安尼，咱伫今仔日的信息要来成做咱的帮赞，咱要定心去思考，要怎样来得到耶稣的肯定，来活出有意义的人生。我要邀请咱再一次将你手头的圣经拍开，咱要通过今仔日的圣经来互相分享，以及互相来勉励。今仔日的圣经记载伫马可福音书12章38节到44节。伫福音书的内底，我想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咱拢真清楚看见着讲，耶稣伫伊做工的3年半久的时间，伊拄着真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一直拢甲耶稣徛对立，对耶稣有真侪批评，包括耶稣教啥物人食饭，包括食饭前敢爱洗手，包括人敢会使离婚，等等遮的问题，拢一直来成做陷害耶稣的一个陷阱。咱根据圣经的记载，法利赛人甲希律党的人对马可福音书约伫第2章开始，因为耶稣伫遮来甲人治病，伫遐来甲人赶鬼，得到民众真大的支持的时阵，结果法利赛人甲希律党的人因着
想空想芳，要来将耶稣杀死。换一句话讲，伫马可福音书的过程内底，咱一直看见着讲，这位做工的耶稣，一直互法利赛人甲希律党的人无法度来接受，因为民众愈拥护耶稣，法利赛人甲希律党的人就联合起来，想要来陷害耶稣。所以也因为安尼，因非常嫉妒耶稣。所以经学教师伫圣经的内底，大多数拢是法利赛人。也因为安尼，因来甲耶稣无论是辩论也好，或者是讲请教问题的上时，因为耶稣嘛伫即中间来诚做先生，来诚做列比。透过安尼，咱看见着讲耶稣甲经学教师有真大的对立。总是伫今仔日的圣经，咱看38节，当耶稣咧教示遮的群众伫遐讲道的时阵，耶稣来提起着爱提防经学教师。耶稣这个提醒真有意思，因为耶稣来点出经学教师因有几个真趣味的特征。第一，因爱穿长衫四过行。第二，爱伫家市内互人请安。然后第三，会堂内坐官位，宴桌内坐大位。40节，咱甲看见着讲经学教师甚至都会假意长长的祈祷。这个形容拢是来指出当时的宗教。伫宗教顶面真有权威、真有地位者的人，因真有即款的特征：爱穿长衫，爱伫家市互人请安，然后拢爱坐官位，意思就是讲座位拢爱坐上头前。通过安尼，甚至遮个宗教领袖都行无公义的事，都晓吞长官人的家伙。咱看起着讲当时。耶稣所批判即群人，经学教师是非常无公义的代志。确实，即群经学教师因无尽到因做一个宗教领袖的责任。因伫因的生活内底，因爱典，因请缨，咱华语讲作秀。因爱伫家市互人请安，因爱坐伫上头前，甚至爱互人甲学乐。所以，咱看见着讲，耶稣伫遮来指出讲，即群经学教师因的心理，就那亲像是一群烦恼无人知影伊的身份甲地位的人。因爱做遮个代志，就是袂输要刷存在感共款，要互人去知影讲，我就是经学教师。经学教师伫耶稣的时代是真有权威、真有地位的人，因为无论拄着什么款的事。人民去请教经学教师所得到的答案，拢会当成做人民伫生活顶面的一个准则。确实，今仔日耶稣来谴责经学教师，就是来指出讲，伫因的生活内底，甲因嘴所教导的内容有真大的出入。所以38节到40节，耶稣伫遮来指出经学教师是。内面甲外口无共款的这个现象，所以因为安尼，41节到44节，耶稣透过这位掌管的负责人的奉献，来指出经学教师的虚伪。伫今仔日的经文，我想41节到44节内底有一个真趣味的记载，咱做伙来看41节。41节。伊讲耶稣坐伫库房的对面，众人在用钱ฮ็落库房，有侪妇人用侪钱ฮ็落去，有侪妇人用侪钱ฮ็落去。这段记载真趣味。伫当时耶稣因迄个时代，圣殿内底的奉献箱，毋是像讲咱即马是茶做的。也是用布做。伫当时，圣殿的奉献箱是用铁仔做，或者是讲用金属铜制来去做这个奉献箱。
所以若奉献的时阵，就有声音。当这位掌管的负责人，伊将伊2个半里的，也就是1里奉献落去奉献箱的时阵，有声音。但是咱倒翻头来看41节，有侪富人用侪钱ฮ็落去的时阵，迄款大声，迄款的闹热，就是要引起互人甲注意。所以，这个富人因来到伫圣殿，因毋是要来做礼拜，因是要来展讲因有偌有钱，然后伫遐来将因所存的摕来做奉献。总是今仔日耶稣对着这位掌管的负责人，耶稣对伊是肯定，因为这位掌管的负责人，伊的奉献毋是为着家己，是为着上帝来奉献。伊将伊完全的一切，一尽hết伊所有的来落落去奉献上内底。遮尔侪啦，遮尔侪的富人，因将侪钱落落去奉献箱的时阵，就是望要得到大家的肯定甲娱乐。总是这位负责人，伊所得到的是无破甲声，却是伊得到耶稣的肯定。列位兄弟姊妹，今仔日的这段经文，互咱有真深入会当去思考的代志。一个掌管的负责人，伊将伊一尽hết伊所有的来做奉献的事，嘛是帮助咱去想，咱是毋是会当愿意为着上帝来完全做奉献？各位兄弟姊妹，我想伫今仔日个经文内底，互咱有真大的提醒。当咧准备今仔日个经文，互我有机会安尼不断重复咧看今仔日个圣经的时阵，互我第一个印象，今仔日个经文，咱亲像要甲咱讲，咱要得到什么人的肯定甲娱乐？今仔日个经文来提醒咱，咱要得到什么人的肯定甲娱乐？经学教师的行为，敢毋就是要得到人的注目，来得到扑克声吗？简单讲，会当知影讲，即群有权威的人是偌尔需要人对伊的娱乐甲肯定。但是伫圣经的内底，咱看见到这个经学教师，人甲娱乐、人甲肯定的时，伊煞袂记即家己是啥物人，也因为安尼，伫因的生活渐渐就开始骄傲，也因为安尼，袂记即家己是啥物人，所做的代志就无公义、无人民。总是咱对照这位掌管的负责人，伊的行为毋是为着家己。伊用着伊的卑微，用着伊的平凡去做有意义的代志。这位负责人，伊无想着讲耶稣会甲肯定。这位负责人，伊嘛无知道亲像这个侪富人共款，会当得到大家的扑克声。但是伫今仔日38节到44节，互咱有真大的激励。就是来提醒咱，咱的存在毋是建立伫人的肯定甲娱乐。今仔日个经文，互咱会当重新去思考，伫咱的奉献，伫咱的生命的内底，如果若无有上帝，安尼一切都无意义。今仔日这位掌管的负责人，伊所完全的奉献，圣经写讲，一尽hết伊所有的，就是全部奉献。这个全部是完全无保留，包括甘心乐意，无有计较的付出。所以伫今仔日个圣经44节，咱看起着讲，因为这个证人是对因有存的来ฮ็，
意思就是讲，要奉献正经爱先算，算看卖啊，我有剩无，我才通要来奉献。总是今仔日这位掌管的负责人，伊将伊一尽所有的完全来奉献出去的时，简单来讲，伊的完全，伊的付出，该在地愿意的前提。伫伊的生命内底，敢有愿意将伊所有的一切付出来回应对上帝的疼？这就是伫今仔日圣经马可福音书12章28节到34节的经文。经学教师去请教耶稣，耶稣讲，这个诫命中打了一条是第一要紧。耶稣甲这位经学教师讲：“你着尽心、尽心、尽意疼主上帝。第二条诫，着疼厝边亲像家己。那尽心、尽力、尽力疼上帝，佮疼厝边亲像家己，就赢过隆重规则精死的烧祭甲祭祀。你有影这？今仔日的这段经文，就是来提醒咱，咱拢知影是疼，咱拢知影爱疼上帝，咱拢知影爱疼人，但是咱知的时阵，咱敢有付出行动去行？咱在座真侪兄弟姊妹的信仰，有可能建立伫你的家庭，建立伫你的家族，建立伫过去的牧师的教育中间，咱拢有得到真好的学习，拢会当好好来遵守这个诫命。但是，当来到伫圣经内底，互咱定心去思考的时阵，守诫命无代表讲安尼就无代志。是要守诫命的人，你敢有法度用你的行动来表现出来，亲像这位掌管的负责人同款，完全来付出回应对上帝的疼？你问下这，咱甲看这位经学教师，伊会当伫40节，互耶稣指出讲，因晓吞掌管人的机会。对着经学教师来讲，因敢讲会唔知影讲唔通做这个代志嘛？总是啊，因为安尼，互咱定心去思考，是毋是咱会当将对上帝的疼来落实伫对人的疼顶面？这是一个信仰的告别，这是一个咱对上帝的回应，唔是要做互看，嘛唔是要证明家己有偌好，唔是为着家己，为着民主，为着扑仔声，为着娱乐。我想通过伫今仔日个经文，互我想起着圣诗347首。圣诗377首，其中一节经文安尼讲，伊讲：世事官文未到正清，也为献寡妇一离，为着救主欢喜做工，伊为干纳赐福气。这段经文意思就是讲，今仔日你来到伫教会，无论你的奉献多少，只要欢喜为着救主做工，上帝就的确干纳赐福气。我想对着每一个兄弟姊妹来讲，若听到奉献，可能大家心内就开始想，牧师都要讨钱啊。但是今仔日牧师要甲咱大家做伙来分享，奉献其实对着基督徒的生活来讲真要紧。总是倒来到伫咱长老教会的历史的中间，咱的教会对1954年到1964年的时阵，咱的长老教会会当教会复兴进步，迄当阵所推动的背教运动内底，来甲咱提醒，奉献毋是干那金钱，奉献毋是干那金钱。
是献金以外，都有献工，阁有献心。透过安尼，互整个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对244间教会，10年后宣告100周年的时阵，会当成做488间教会。献心、献工、献金，到今为止，拢是咱长老教会一直伫教会强调的代志。所以奉献无一定是讲是金钱的奉献，你会当去献工，你嘛会当去献心。总是对着咱淡水教会来讲，今仔这个经文对咱有啥物款的意义？我想真要紧，来提醒所有的兄弟，嘛来邀请所有的会友来学习这位负责人。有可能咱亲像这位负责人是 nobody， 但是咱会当亲像这位负责人同款，将咱一尽献咱所有的互上帝。讲到现金，我想咱久长以来教会的奉献一直真稳定，包括咱关心小型的教会，或者是有需要的机构，咱拢真支持。总是伫10亿奉献的中间，可能咱还阁有进步的空间。讲到献工，我爱感谢所有的会友的热心，无论伫澳洲报，无论伫马代班，无论伫做司机接送，无论伫门口分周报也是招待，或者是咱嘛有亲家的同工来正做咱服侍的时阵，包括最近还阁有一群的姊妹来甲牧师讲，因要来整理教会的会园。拢会当看起着讲，教会的兄弟保持活力的气力，互教会大大小小的事，大家拢会当参与。所以献金、献工，我想伫咱的教会，大家拢做了真好，愿上帝来悦纳。但是我伫今仔日望会当来鼓励甲邀请所有的兄弟姊妹。当咱要讲全部的奉献，一尽献咱所有的时阵，现在伫咱的教会，所有的事工、所有的聚会，就是拜五的祈祷会，人上少。牧师真期待讲，咱的兄弟姊妹会当献心。来参与教会的祈祷，咱的中集伫拜五有带头咧参加，包括道准明长老、连丰兴长老、陈启义长老。若是讲有放假会当来出席的，包括吴明南长老。总是咱看起着讲，有一群人伫拜五暗。大家做伙读经、唱歌，为着教会、为着事工、为着兄弟同心祈祷的时，祈祷就是一款的奉献，祈祷就是一款的服侍。所以拜五暗可能为兄弟为时大无方便出门，无要紧。牧师伫拜日的透早9点到9点20，嘛一场的祈祷会。牧师较辛苦的无要紧，牧师敢若望讲，互咱会当伫一尽献咱所有的来回应上帝。我想倒来到伫教会整体的事工来讲的时阵，真侪人拢真习惯讲，多数人做的代志。我若对咧做，安尼就对了。多数人的代志，若咧做的代志，我对咧做就对。若无，我就无才调得到扑较声。总是
这款的想法会当去理解为什么祈祷会无啥人爱来。因为祈祷会拜五暗对8点5到9点半，暗时长祈祷暗索索，真辛苦。总是牧师爱提醒咱，伫教会的事工，伫教会的奉献，毋是比金钱，毋是要比拼我参与偌济事工，是我是毋是会当伫跳脱过去传统的想法。咱拢真习惯讲对温事开始服侍，做我会晓做的代志。参加小组、参加敬拜团、参加圣歌队，迄拢我会晓。因为大家习惯伫人的头前，伫讲台的头前来做真权威的服侍。总是牧师伫今仔日邀请咱全部的奉献，咱会当亲像这位妇人人共款。对咱上少，对咱上低，对咱上无兴趣，开始做起。因为通过祈祷，有可能咱就亲像这位妇人人共款是 nobody， 但是咱会当尽咱的声音甲气力，求上帝来成做教会。兄弟事工的事奉，所以对着我来讲，伫今仔日个经文，再一次，互咱做伙来思考，嘛再一次来提醒咱，就亲像拄则牧师所讲到迄首圣诗，伊为甘纳赐福气，什么款的福气？就是当咱全部奉献出来的时，咱就的确会当发现上帝所赏赐予咱的恩赐甲恩典。求主来带领咱，求圣神继续感动咱。讲到奉献，嘛，互咱定心去想，金钱的奉献以外，咱会当有献工。咱会当有献心，咱会当做伙来参加祈祷会，为着救主欢喜来做，互咱毋得为着家己、为着民主、为着人的拍扑啊声，伫遮来受着捆绑。咱只有要单单亲像这位掌管的妇人人共款，得到耶稣的肯定。互咱的人生因为安尼来充满有意义的来做，三个来祈祷。听阮的主，阮感谢你，阮真正真无够格，阮有可能就亲像伫市面上所卖的册名所讲的，阮真正散甲剩钱那尔。但是，阮倒来到伫信仰的中间，重新来反省的时阵，阮才发现到，上帝你互阮通有讲话，通有声音，嘛会当有手有脚来做服侍的时，阮的确会当将阮一尽的所有来奉献。愿主你来带领阮，引带阮头前的路站，互淡水教会。通伫2018年要进入到伫2019年的时，互阮毋是干那斟酌伫现金的偌济，嘛的确互阮会当献工、献心，将阮所有的完全奉献出来。阮只有要得到上帝你的悦纳，恳求主来成做阮的帮衬。互阮通成做上帝所喜爱的囝儿，通互阮会当跟对耶稣基督的脚步，通伫每一日欢喜高跳。感谢主，祈祷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门。